日日跑馬，日日墮，無論點打都係錯。今集一啲都唔 juicy。大家好，我係墮馬先生，唔係，我係果汁先生。歡迎嚟到 Scoop Poker。第一手 Final Table 最後5人，我喺小盲位拎到最強鋤大 D， 7個大盲都冇，所以直接出發。對手喺大盲 Age of Snap Call。實不相瞞，其實一開始內心都真係好多謝呢位對手，幫我一齊嗌頂。我都唔知佢頂乜鳩，老實講都差啲忍唔住笑，所以我都要禮尚往來，大力俾面，八方來財，大力咁剪。我剪，哎呀結果就好明顯，剪撚錯咗嘢，都好順利咁跑出咗第一手跑馬。事不宜遲，嚟到第二手牌，全部人 full 晒，小盲用一個鹹鹹濕濕嘅樣望咗下我，然後 open 到4500。我喺大盲拎到800，身為果汁先生嘅我，當堂俾佢呢個咁淫亂嘅樣貌征服咗，唔小心逼咗少少果汁出嚟，所以我都二話不說，直接過熱。小盲 snap call show ace king， 霍如未避開晒，正當我諗住終於可以威翻鋪嘅時候，跌咗隻 A。此時此刻令我聯想到佢歌詞，古有果汁笑，撲克只需一匹，咁有關楚要，殘忍只需一棍。來財，輸咗跑馬都不忘祝福對手，展現果汁嘅風範同 juicy 多汁。莫上頭，莫灰心，縱使我內心都早已抖震，預諗咗打啤都肯定夠頻。我哋嚟到第三手牌 ，low jack open 12000，我喺 high jack 位拎到99 ，free bet 到35000。low jack 反手 4 bet all in， 我極度頭痛，點到撲街。2 hours later， 最後因為後手太短，含淚 call 埋，對手 show ace king， 再次進入第三次 hit 10跑馬，又一次完美避開咗個貨，但個 turn 再一次案件重現，狠狠地跌咗隻 A， 伴隨住我無奈嘅呻吟聲，啜乾晒我最後一滴果汁。正所謂日日玩吸手，好快會跳樓，鋪鋪 turn 跌 A， Tom 端都爆機。我哋下集捲土重來，今集係咁先，peace out。